第3章，遺跡懸賞引心動。王大力盯着告示，眼中閃爍着躍躍欲試的光芒。他轉頭看向魯西亞，說道：魯西亞，我想嘗試去解除那個遺跡的黑暗詛咒。魯西亞聽後，臉上露出擔憂的神色，說道：王大力，那個古老遺跡據說被強大的黑暗魔法籠罩，進去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來的。即便有實力強大的魔法師組隊前往，也大多鎩羽而歸。你還是不要輕易冒險。王大力感激魯西亞的關心，但他堅定地說：魯西亞，我知道危險重重，但我有預感，我或許能做到，而且這對我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。豐厚懸賞能讓我在這個世界更好地立足，也能幫我更快地了解這個世界的魔法體系。魯西亞見王大力態度堅決，思索片刻後說：既然你心意已決，我也不勸你放棄了。我認識一些隱月城的冒險者，他們經驗豐富，實力也不弱。如果他們願意和你一起前往，或許成功的幾率會大一些。我可以幫你聯繫他們。王大力大喜，連忙道謝：那就太感謝你了，魯西亞。若能與經驗豐富的冒險者同行，我心裏也更有底。於是，魯西亞帶着王大力來到了隱月城的冒險者公會。公會大廳內熱鬧非凡，形形色色的冒險者們聚集在這裏，有的在討論任務，有的在展示冒險中獲得的稀奇物品。魯西亞在人群中尋找着，很快他看到了幾個熟悉的身影：卡爾、艾莉絲和里昂。卡爾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戰士，全身肌肉緊實，手持一把大劍，他的眼神堅毅，一看就身經百戰。艾莉絲是一名精靈族的弓箭手，她有着修長的身材和尖尖的耳朵，背後背着一把精緻的長弓，箭筒裡裝滿了散發着魔法光芒的箭矢。里昂則是一名魔法師，身着藍色長袍，手中握着一根鑲嵌着藍寶石的法掌，眼神中透着睿智。魯西亞走上前去，和他們說明了王大力的想法以及遺跡懸賞的事情。卡爾摸着下巴，沉思片刻後說：那個遺跡的黑暗詛咒確實棘手，但既然有如此豐厚的懸賞，倒也值得一試。而且看這位王大力兄弟身手不凡，或許我們聯手真能成功。艾莉絲和里昂對視一眼，也點了點頭。艾莉絲微笑着說：好啊，大家一起去闖闖，說不定能解開那個詛咒。里昂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，說道：我對遺跡中的黑暗魔法也很感興趣，希望能有所收穫。王大力見眾人願意同行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說道：那就仰仗各位了，若能成功，懸賞的報酬我們平分。眾人相視一笑，紛紛表示贊同。接下來的幾天，他們開始為此次遺跡之行做準備。卡爾收集了關於遺跡的各種情報，試圖找出進入遺跡和破解詛咒的線索。艾莉絲則精心打磨自己的箭矢，為其注入更強大的魔法力量。里昂在魔法商店購買了許多珍貴的魔法材料，製作了一些應急的魔法道具。王大力則跟着魯西亞學習一些基本的魔法知識，了解這個世界魔法的運用方式。終於，一切準備就緒，他們踏上了前往城外古老遺跡的道路。一路上，眾人氣氛輕鬆，互相交流着各自的冒險經歷。王大力從他們口中得知了更多關於亞特蘭蒂斯大陸的奇聞異事，對這個世界也有了更深的了解。當他們來到遺跡前時，一股濃郁的黑暗氣息撲面而來。遺跡的大門緊閉，門上刻滿了神秘而詭異的符文，符文閃爍着暗紅色的光芒，仿佛在訴說着古老的詛咒。卡爾走上前，仔細觀察着大門，試圖找到打開大門的方法。突然，地面開始劇烈震動，從遺跡周圍的黑暗中湧出一群身形扭曲的黑暗魔物。
這些魔物張牙舞爪，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，朝着眾人撲了過來。大家小心，戰鬥開始了！卡爾大喊一聲，雙手緊握大劍，迎向衝在最前面的黑暗魔物，劍身上瞬間燃起熾熱的火焰，這是他所擅長的火屬性鬥氣。艾莉絲迅速抽出長弓，搭上箭矢，公然拉動魔法箭矢，如流星般射向黑暗魔物，每一支箭都準確地命中目標，爆發出耀眼的光芒，將黑暗魔物炸得粉碎。里昂則揮動法掌，口中吟唱着咒語，一道冰牆在眾人面前迅速升起，擋住了一部分黑暗魔物的衝擊。隨後，冰牆化作無數尖銳的冰錐，射向黑暗魔物群。王大力看着眾人熟練地施展技能，自己也不甘示弱。他集中精神，將體內那股神秘的力量調動起來，身體周圍泛起一層淡淡的金色光芒。他如猛虎般衝入黑暗魔物群，每一次出拳都帶着強大的力量。黑暗魔物被他擊中後，紛紛化作黑煙消散。然而，黑暗魔物源源不斷地衝來，似乎無窮無盡。眾人逐漸感到有些吃力，他們必須盡快找到打開遺跡大門的方法，進入遺跡內部，才有機會破解詛咒，擺脫眼前的困境。